當一班 PC 玩家買咗隻正價3A大作，唔係諗住點玩，而係諗住點樣幫間公司 debug，呢個場面本身就係一場災難。Marvel Token Fighting Souls 呢隻格鬥遊戲 PC 版劣質到玩家要自己諗計仔自救，包括要長開 Epic Games Store 後台，自己裝 FPS 限制器，甚至要改系統設定先至玩得順。官方呢，靜到好似冇事發生過。呢種情況就好似你買咗部新跑車返屋企，點知佢行唔喐，個車行仲話你試下自己推佢落斜路，可能就識行架啦，一樣咁荒謬。一個最基本嘅遊戲移植，連 FPS 同步同後台權限管理都搞唔掂，仲要玩家自己上網揾偏方。呢啲唔係咩技術難題，純粹係懶同求其。佢哋個開發流程肯定係將主機版嘅 code 直接 copy and paste 落 PC， 連最基本嘅適配測試都慳返。講到尾，搵食啫，都唔使咁樣當班 PC 玩家係水魚家。今次呢單嘢完美示範咗乜嘢叫做將玩家當做免費 QA 測試員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